第一天的这头香啊，插到咱条地讲的阿妈祖炉内底吼，阿妈祖婆就会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风度大地大赚钱。今日这个。 正月初到正月15这段时间，一定有时阵起出来，到这边大概就是差哪样，就是这意义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吧！ 亲爱的朋友、信众，大家新年好！今年这个庚子新春哦，我们武德宫准备了这个钱母有特别版本，就是有600枚的这个999.9纯金的金币哦，混在我们这个10几万包的这钱母里，所以说来求钱母的时候，来那个求财补户的时候，记得来领取钱母哦，试一下手气。那我们今年这个市集呢，也跟行政院合作设立了这个低碳市集。那我们市集门口呢，入口就有2只这个非常造型非常可爱的黑虎扭蛋机，那里面呢，凭运气可以扭出这个5种不同造型的这个可爱的黑虎小公仔。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拜财神之余，也来逛市集试手气。邀请大家新春来武德宫行春拜财神新年发财。